Hello，各位大家好。咁今日咧就介紹聽日2025年11月23日沙田馬場嘅10場嘅草地賽事。我哋都係介紹翻尾場嘅今次第10場。我哋會介紹嘅馬匹咧就係4號勇冠群英同埋3號大眾福星。記得咧呢隻勇冠群英咧喺上個月咧就跑同程咧跑過第2嘅。另外一隻咧亦都係狀態非常之勇銳嘅馬咧，就係3號嘅大眾福星，亦都喺近期嘅喺上個月啊都係跑過第2嘅，入個位置嘅。有非常之接近嘅演出，所以我哋今次咧就揀咗呢隻4號勇冠群英同埋3號大眾福星。我哋首先咧就先睇咗勇冠群英喺上一次嘅表現先啦。首先睇睇上一次嘅資料，喺10月12號就排14檔，跑入一席位置，跑過第2嘅。我哋稍後去片睇睇佢表現先嚇。係10，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呢，外邊位置林家山神就藍衫嘅，中間紫色衫顏色勇士，紅衫八進福星啊，出邊仲有綠衫呢，就至尊高超啊，最外邊黃衫黃帽人心星嚟噶，大約跟住個第6、7位到啦，就開心三寶啦，內欄綠色衫白帽就天福啦，勇冠群英藍衫都放唔到啊，後啲嘅馬匹啦，先見到有超勁赤兔佳進連連啊，再後邊嗰幾匹馬啦，不同世界啦，一定掂啦，暫時殿後係嗰隻九九圍轉嚟㗎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前面放林家山神放頭㗎，跟住喺第2位就人心星啊，埋到嚟內欄第3啦就至尊高超啦，八進福星第4啦，藍衫第5位勇冠群英啊，第6位白衫粉紅袖就係開心三寶啊，響外邊位置仲有唐不甩啦，後呢個馬匹啦顏色勇士啊褪啲啦，中檔位置超勁赤兔，攞出去外邊追嘅馬有不同世界一定掂啊，大外檔係九九圍轉嚟㗎，好啦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人心星搖下搖下，仲有個零馬位優勢喎，見到中間位置就係勇冠群英開始追佢啊，後邊嘅馬仲有至尊高超啦，出邊啊唐不甩啦，中檔位置仲有超勁赤兔，大外檔係一定掂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勇冠群英追緊人心星啊，見到後邊嘅馬啦，出邊追上嚟一定掂，中間超勁赤兔同埋天福，贏馬嗰匹係人心星啊，跑第2名勇冠群英，至於第3名嘅馬呢，都相當接近噶，埋邊係天福，中間有超勁赤兔，出邊係一定掂啊！結果今場賽事都係跟前跑法，呢隻人心星終點前力壓呢隻勇冠群英。去到尾場唔使有心事啦，方家柏有心星，人心星贏啊！勇冠群英第2、第3呢，天福同埋出邊一定掂要影相啊！好似就天福跑第3嘅機會就高啲啲。其實跑得翻水準呢隻馬係上季諗住挑戰4歲系列賽㗎，你唔好睇得。就跑過好接近嘅第2嘅，咁呢隻勇冠群英，所以我哋今次咧就揀咗呢一隻勇冠群英嘅。好，睇得。係10。
再重溫一次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外邊位置林家山神就藍衫嘅，中間紫色衫顏色勇士，紅衫八進福星啊，咁啊出邊仲有綠衫呢，就至尊高超啊，最外邊黃衫黃帽人心星嚟噶，咁啊大約跟住個第6、7位到啦，就開心三寶啦，內欄咁啊綠色衫白帽就天福啦，勇冠群英藍衫都放唔到啊，後啲嘅馬匹啦，先見到有超勁赤兔佳進連連啊，咁啊再後邊嗰幾匹馬啦，不同世界啦，一定掂啦，暫時殿後係嗰隻九九為尊嚟㗎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前面放林家山神放頭㗎，跟住喺第2位就人心星啊，埋到嚟內欄第3啦就至尊高超啦，八進福星第4啦，藍衫第5位勇冠群英啊，第6位白衫粉紅就係開心喎，響外邊位置仲有唐不甩啦，後呢個馬匹啦顏色勇士啊褪啲啦，中檔位置超勁赤兔，攞出去外邊追嘅馬有不同世界一定掂啊，大外檔係九九為尊嚟㗎，好啦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人心星搖下搖下，仲有個零馬位優勢喎。咁啊見到中間位置就係勇冠群英開始追佢啊，後邊嘅馬仲有至尊高超啦，出邊啊唐不甩啦，中檔位置仲有超勁赤兔，大外檔係一定掂啊。最後100米啦，勇冠群英追緊人心星啊，咁啊見到後邊嘅馬啦，出邊追上嚟一定掂，中間超勁赤兔同埋天福，贏馬嗰匹係人心星啊，跑第2名勇冠群英。咁啊至於第3名嘅馬呢，都相當接近噶，埋邊係天福。中間有超勁赤兔，出邊係一定掂啊！結果今場賽事都係跟前跑法，咁啊呢隻人心